好多人先入為主啊，佢好難接受新嘢啊，所以話耶穌一上十字架復活之後，天國已經開始，因為咧所有人信耶穌其實都係開始緊佢點樣將來去天堂做啲乜嘢。跟住耶穌都講㗎，即係我上一集都有講啦，耶穌死咗復活，佢做乜唔留喺呢個世界啫？佢唔使走㗎嘛，佢留喺呢個世界，唔係啲人一定會信佢啦，成個得咗喺度啊！你就可以唔信咩？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啊！你見到哇呢個人穿牆過壁，又可以醫病講鬼，跟住咧仲可以我肚餓可以五餅二魚，咁啲人咪自動信佢啦，唔使搞咁多嘢啦。耶穌自己講：我要翻去執拾地方俾你哋啊！耶穌親自翻去執拾個地方，就係等我哋將來去啊！你將來個環境，你無論你點樣行都好，你都唔知嘅，都係一個 question mark 嚟嘅。你咪信咗耶穌先咯，承認呢條歷史線